Yeah. Nice to meet you.哎呀，头有点晕了，这个酒太烈了。啊，晕就应该休息。对。干嘛呢这？还这麦克撅个大屁股，是想抽他！这他妈男人，都一副狗德行，给肉就走。你的酒量好像不太好。最近我身体有点虚弱，那就应该休息。那我怎么好意思在这儿休息啊？别离开我这个床。好气！难怪你得跟他离婚呢。你看看他那副死德行。什么情况这是？怎么了？走了？冬敏，你们家麦克纯爷们儿啊！贞洁烈男，这样的男的你还有什么不满意？对呀，帮我约麦克，我要跟他谈谈。So how you been? Hi,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. 你对别人一直挺好的，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刻薄？刻薄，连刻薄这个詞兒你都會用了。那我再教給你一個詞兒吧，叫濫情，你懂嗎？ No, I don't know what it means, but I